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15节，以及22节到32节。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15节，以及22节到32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第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以上。这时我们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他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与现代人第6讲，耶稣与祈求的人，耶稣与祈求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在这个礼拜中间，我们整个台湾笼罩在豪雨之中，也有人丧失了生命，也有人丧失了他的财产。我们整个大地受到很大的创伤。我们祈求神，你帮助在那些受难的人的身上，你亲自来安慰他们，也让他们在复原中间能够一切都得到平顺。我们也为我们的平安经过献上我们的感恩，在主日还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也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神赏赐我们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在今年的几个主题中间，有一个主题是讲到耶稣与现代人，在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在2000年前所诞生的。那他是只有在新约时代那时候的人呢，还是他只是要帮助以色列人？跟我们现代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现在已经距离当时候已经差别非常的大。现在的科技呢，在以前的人来讲，大概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科技已经进步非常大，说不定我相信在10年或者是50年后呢，也更不一样了。大概也是我们想象不到。那耶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摩托车可以坐，也没有什么汽车，都要用走路的。他要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必须要人慢慢一步一步去做的，他怎么能够想到现在可以做宅男宅女呢？在家里一步都不要出去，你就可以活得好久，因为你都可以用手机、用电脑上去，你就可以订什么东西，它就自动送来，你钱也不要出去缴钱，就用转账就可以了。什么事情你都在家里面，就一个电脑就可以解决掉问题。耶稣那你明白这样子的生活吗？他认为跟我们现代人真的有关系吗？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吗？
我相信圣经既然能够存在世上2000多年，甚至更远、更久的时代，都没有被淘汰掉。它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理。所有的事情在其中，你都可以找到它的告诉我们、给我们的教导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在今年的系列中间，我们一系列已经讲到，今天讲到第6讲了。我们曾经讲到跟罪人的关系、跟病人的关系、跟这个劳苦大众、跟孤单的人、跟绝望的人。今天我们讲到跟祈求的人，下次我们还要讲到继续还有4个，包括质疑的人、理性主义者，还有敌对的人，甚至是跟随的人。这些东西，主耶稣跟这些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罪人，我们第一次谈到罪人的时候，因为这已经是在1页的事情。病人是在2页的时候谈，劳苦大众在3月4号，孤单的人在3月18号，绝望的人甚至绝望的人都是2个月以前的事情。我们大概有一些已经并不是很记得，在这边提醒大家一次。罪人里面呢提到说，我们可能是正在犯罪中，就像那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了，耶稣要告诉他：我不定你的罪，但不要再犯了。我们有可能做神不所喜悦的事情，神也要告诉我们，他不定我们的罪，但要我们马上停止，不要再犯了，因为神是怜悯的神。同时，他也透过第2种呢，是一个犯罪，知道自己罪非常重的妇人，他到耶稣的背后里面流泪，用他的泪洗耶稣的脚，又用他的头发去擦干了。耶稣怜悯他。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去，可以离去。”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非常重，因为我们可以像那个妇人一样，我们到神的面前诚恳的认罪吗？神要看见我们的诚恳，神就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信救了我们。或者是像利未，他是一个税吏，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罪人。但他大概不知道要怎样子能够脱离那个困境。但是当耶稣跟他呼召来跟从我吧，他就放下一切来跟从的耶稣。今天要是你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或者你以前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主耶稣再次的告诉你，来跟从我吧，你愿意放下一切跟从他吗？利未后来成了耶稣12个使徒中间之一。我相信他已经在天上，已经得救了，在有救恩跟他同在，有永生的盼望已经跟他同在。或者是最后一个，我已经罪恶非常的严重，到时我都被要钉十字架了，在最后那1秒我还可以得救吗？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一位跟主耶稣讲说：求你在天国的时候能够纪念我。耶稣告诉他：你今日就要跟我在乐园里。在最后1秒钟，你都还来得及在神面前来认罪。耶稣绝对不是只有2000年前对那些人有效而已，现在他也是同样告诉我们：你是在这罪人中间的哪一个状况呢？你仍然是在犯罪中，你已经知道你罪非常的重，甚至而且你知道有可以向主耶稣来忏悔吗？或者是你知道你罪很重，但是我不知道是如何，或者是在最后1秒钟，我自己都觉得已经没有盼望的人，主耶稣都要告诉你，他不是只有在2000年前赦免的人，在今天照样要赦免了我们。至于病人呢，他讲到一个麻风病的人，麻风病是一个身心灵都受到创伤的人，因为人家远远就看得到他也要远远告诉别人我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请你们远离我一样，身心灵都受到创伤。我们有很多的病是外面看不到的，所以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麻风病是所有都是远离他，明明就看得到的。而且在当时他们的讲法，麻风病是乃是上天在惩罚他的。耶稣碰到麻风病人，伸手摸他，怜悯，伸手摸他，让他得到医治的。为何耶稣能够这样呢？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他受到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耶稣用他实际的行动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而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就讲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这样，跟所有的病人都愿意帮助我们。
劳苦大众的，耶稣到处去传扬福音，总共3年半中间，他看到这众人如流离失所，就像是羊没有牧人一样。动物中间最容易惊吓的就是羊，所以他必须要有牧羊人带领，他才有办法。来看我们众人就像是这样的，如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将教导他们、医治他们、替他们赶鬼，带领他们前面该走的道路是怎样。主耶稣不只是这样，他将这个教导留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耶稣现在没有办法在外面去告诉大家教导的，但是他透过圣经告诉我们，领受了教导之后，就是要我们出去也能够这样去教导别人，也去关心的别人。他也给我们的权柄，那我们有权柄能够去为别人、为生病的人祷告，能够去赶鬼，我们愿意这样做吗？主耶稣将愿意与我们同工，透过我们在现代的人又产生了连结在一起。孤单的是讲到在葛拉森有一个心中他的身体充满了鬼，这个鬼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群。所以群被赶出来之后，他是进入到2000多只的这个猪里面去，可知他里面的鬼有多大？当他被赶走之后，他就坐在主耶稣的面前来聆听主耶稣的教导。你大概要说，我们身上没有那么多鬼啊，但你知道你的鬼是什么吗？你是不是迷了网路？你是为了某些物欲上某些东西你一直想要，而这东西其实只是一些物质上的享受而已。你是不是有情义上的困扰的捆绑呢？你到底受到什么东西的捆绑呢？受到你的名声、赚钱等等这些捆绑吗？那就是你心中的鬼。你心中的鬼是不是一大群的鬼在里面呢？主耶稣也要告诉你，他要帮助你将你心中所有的鬼清掉，让你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主的话语，你就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当你心中充满了这些鬼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孤单的人，因为你不再理外面的人，你只有看到是你自己一个人，绝望的。有什么事人比寡妇死的儿子更绝望呢？他已经没有盼望了。在拿因城的门口，主耶稣碰到一个队伍，是寡妇死的儿子在送上要到去埋葬的地方。我相信这寡妇送完葬回来，大概会寻死，因为他一切盼望就没有了。主耶稣看见了，他怜悯他，他安慰了他，不要哭。他将这个队伍挡住了，用他的权柄让这个小孩子再活起来，又将他活活的交给他的妈妈。一个悲剧变成喜剧收场。主耶稣也要这样告诉我们：当你绝望的时候，你有到他面前吗？他看见了你，他要怜悯你，他要帮助你，要安慰你，要用他的权柄来帮助你。但是我们有到他面前来吗？他要使我们的绝望成为是盼望。这是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些。耶稣不是只有在用嘴巴这样讲的，他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最后就是用他钉十字架来表达他如何的爱世人，不是因为我们值得，而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这么做。所以他讲的这些话呢，都能够实现，因为他用行动来证明这些。今天我们在所看的是说，我们成为一个祈求的人。我们这边要问说，我们常常在强调说，我们常常要祷告。那请问你的祷告的内容最多的是什么呢？你常常在称颂主的伟大、主的圣洁、主的公义、主的公平、主的怜悯、主的爱这些吗？或者是你常常献上你的感恩，因为神有很多的帮助在你的身上，不管是好像是实际上物质的帮助，还是心灵上的帮助，还是你有你心爱的人他得到的帮助等等这些，或者是你祈求更多呢？主啊，我盼望是怎样？我祈求什么东西？我愿主你能够怎样？等等这些呢？或甚至是你有很多的抱怨呢？神啊，你为什么会让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你为什么？问了一大堆的为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回想一下，我们的祷告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很多都是为了祈求。我要问说，你的祈求的祷告，你带有很大的盼望跟信心吗？
还是只是嘴巴讲讲就好？你真的你祈求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是带着深切的这种盼望在里面，而且相信神会成就它吗？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就是：你的祷告真的祈求是会吗？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盼望是怎样？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哇，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啊！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能够找到，叩门就为你们开。但是你的经验是如何呢？要是有的话，你就不会抱怨了。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祷告有什么条件呢？还是有什么秘诀呢？还是有什么要注意事项呢？圣经中间的教导到底是如何？我们相信，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我们可以了解到。等到我们了解之后，我们要问第6个问题是这样：如果耶稣现在就站在你面前，你要向他求什么呢？你既然能够知道要怎么去求，但你真的会照这样去求吗？这是我们要来学习今天所要学习的。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不是所有的祈求？就照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所讲的，你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是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刚才我们所看第一个经节，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15节，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这样：祈求的人未必得着。那边记载一个事情，是有一个人祈求者来求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就是请耶稣来帮忙他分家产。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分得不公平呢，还是怎样呢？这边没有讲，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原来是因为贪心的关系。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来做你们这段世的官呢？给你们分家产呢？”这是耶稣回答他的，告诉我们说：“我来并不是要做这些事情。”同时就趁这个机会教导了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边告诉我们是一件事情，是免去一切的贪心。显然那一位来祈求主来帮忙他的人呢，主是看到他心里面的贪心，如何的贪法我们不知道，但这边告诉我们一句话：一切的贪心。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是怎样，另外一切的英文版里面是说 all kinds， 或是讲说什么 every form， 所有的形式通通是。有可能你这个形式是很显明的一个念头，有可能是不显明的念头，有可能是实质的，有可能是非实质的，都是算在内。接着耶稣，我们这段经我们没有读，耶稣下去就讲了一个比喻，是无知的财主的比喻。他说：“哇，我今天丰收怎么办？我的仓库已经摆不下去了。哇，我想到了，我要将这个仓库拆掉，建得更大的，然后装满了这些，我就告诉我的灵魂说：你安心吧，你不再会贫穷，因为你粮食已经足够了。”神要告诉他：我今天取了你的生命的话，你还能够享受这些吗？所以其实这边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是怎样，贪心的另外一个形式是怎样，你只顾自己。所以一切的贪心，你可能会想说，贪心我没有那样子的贪心，但是一切的贪心它有很大的意义在。all kinds， 哪一种呢？当你只顾自己的时候，你就是贪心。主耶稣又讲了这个故事呢，所以他提醒我们说，你要谨慎。所以耶稣呢，他并没有答应照着他的祈求去回应他，因为他是出于贪心。在雅各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在浪费的宴乐中。什么叫做妄求呢？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翻译说：因为你们动机不好。然后在一个新译本里面讲说：因为你们动机不良。然后英文里面是讲说 ask wrongly， 就是错误的要求了。这就是妄求的意思。为了什么呢？为了你们的宴乐，
有人翻译说为了你们的私欲，为了你们自己的自己的欢乐，所以就回到跟无知的财主是同样的告诉我们你是自私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贪心的一种。神不喜欢我们的祈求是为了贪心。那再换一句来讲，你所祈求的有没有超过你所想的呢？另外一个地方又告诉我们，神有时候是没有照我们祈求，但是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4节里面讲了一个记载，一个雅各跟约翰是耶稣的12个门徒中间，他的母亲带他来，然后向耶稣讲说，盼望呢我这2个儿子在你的国里呢，以后在你的国，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将最重要的位置都占领了。后来结论当然讲到这10个使徒们都非常的生气他们怎么这样自私，又告诉我们其实一个是自私的这是一个贪心的现象。耶稣有没有答应他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祈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竟然说我们能，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是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呢，不是我能够决定，乃是我的父来预备是给他们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约翰跟雅各他们下场是怎么样呢？耶稣虽然没有答应他们所求的坐在左边右边，但是呢他喝了杯他们必喝，因为他们已经实质上已经做了他们的祈求，得到了实质的回应。因为在使徒行传第12章的第1节到第2节里面讲到，雅各成为他12个使徒中间第一个殉道者，希律王用刀杀死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成为殉道中间的第一个。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耶稣所喝的杯原来是这个样子。雅各，你要喝这个杯可以，你就成为第一个殉道者。当我们所祈求的东西，要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有可能是被拒绝掉，有可能就是会超过你所想的。约翰呢？约翰是12个使徒中间最后一个去世的，他活了90几岁。启示录就是他写的，约翰1、2、3书也是他写的，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他将末后所得到的启示写下了启示录来，但是他后来是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在拔摩海岛被关在那个地方，孤单的一个人在那边。他也承担着主在他生命上面的启示，他将从神所领受到的启示忠忠实实的写下来，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圣经这么多在看。他也实际上在喝神的主的杯，但是用的方式是这样。神常常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所求所想，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这样，你要坐在我的右手，坐在我的左手里面，并不一定是这样，未必照我们所求所想的去来成就，但是常常也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是美好的部分。我们有可能认为雅各被杀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其实整个这个初代教会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使徒们忠心的流的血，造就了整个教会的建造。看起来似乎是不好的，其实神是祝福在他身上，因为整个的初代教会呢，建立在这些使徒们他们所的流的血身上。初代教会能够这样兴旺，雅各被杀有没有帮助？有很大的帮助在。约翰活了90几岁，被关在监狱活了这么久，有没有帮助？有，因为我们后面从他的圣经里面，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们虽然所求的是一些并不一定能够合神心，但是神有时候超过我们所想的里面赏赐在我们身上里面。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当一个祈求者，要如何去祈求呢？耶稣拒绝了为那祈求的要分家产的时候呢，他就顺便告诉了门徒们要如何成为一位祈求者。第一，他告诉我们的祈求者怎样，不需要不忧虑，必须要不忧虑。仍然告诉我们几个部分，第一个是乌鸦，它也不耕种，也不收成，它也没有仓库，没有库，但是去收藏，但是呢，它能够活得很好，因为神养活了它。
百合花呢，它也不纺线，然后也不织布，也不等等这些，然后它的荣华呢，它的美丽呢，比我们人能够坐在所罗门王那荣华的时候的更怎样，更好。这些会是什么呢？表示说神在照顾他，神有神的负责的部分，人有人负责的部分。乌鸦它不用去耕种粮食，因为它不需要这样子做，这不是它的责任在。你要为它担心吗？不用为它担心。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有人要负责的部分，但是我们常常会去承担了神该负担的部分，我们就开始忧虑起来。神会不会这样子呢？神会吗？神他决定的，又不是你在决定，你不用为这些烦恼。我明天到底要吃什么？神既然要你活着，他就会让你能够活着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吃什么穿什么而忧虑。你要有忧虑的事实啊，是另外一个部分，这是第二个条件里面跟我们讲的。难道我们不比这个飞鸟跟这个花更贵重吗？神岂不眷顾我们？所以第一个要我们怎样？我们必须要不忧虑。不忧虑什么？不忧虑神的部分。很多事情的完成，乃是人的部分加上神的部分。我们要注意，乃是我们人的部分，而神的部分呢，要我们不用忧虑。那人的部分应该怎样？要我们是必须要祈求当求的。什么是我们当求的呢？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功课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了生活所需，因为神既然要我们能够活在世上，他就会帮助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你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我们的生活的所需呢，就会加给我们。这经节呢，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也有，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你需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则其他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问题是他的国、他的义，求他的国跟求他的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了解神的国意思是什么。神的国意思就是他掌权的地方，他掌权的状态跟他的所在。神的国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有疆土一样，我们迦南教会就是这一块地，超过这块地呢，我们还有我们有宣教基地。当你付出了你的钱买到一个权状之后，这是你所掌权的地方，这是属于你的财产。神的国是不是像这样？神的国不是像这样。我们常常台湾还在为跟大陆之间还在争的，到底这个哪一个岛是不是我们的？就是这权柄的问题在。但神的国不像我们这样，是到底有没有土地在？乃是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之后，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是没有疆土的，神的国是由我们的心来开始的，就是神掌权的状态跟所在。那神的义是什么呢？神的义乃是乃是神的伦理法则，也就是神可以看为好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如何能够去明白神的国跟神的义呢？在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到底你有没有顺服在神的主权中间呢？你有没有行出神的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就知道你是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就是来表态我们愿意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一步一步的希望能够是在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似乎这样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笼统，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要如何去祈求呢？要求神的国跟和神的义呢？对不起，学生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成绩很好，他希望他的考试很好的时候，他到底要如何去祷告呢？难道他要祷告的时候求神让他的考试100分，但是他又不读书？或是考说我读的东西能够考出来，没有读的就不要考出来？或是他有好的眼力可以看到对方写的是什么？或者他有好的耳力，还是讲到底应该怎么祷告呢？你觉得他这样祷告是合神的国，
他求他的国跟和他的义吗？或是我们简单来讲啊，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实就是说你这件事情有没有能够容神益人呢？这样想你就能够更明白。所以我就教导说，跟学生们讲说，你要如何祷告呢？第一个你要祷告，你求有智慧，让你读的东西你都能够明白。你要求你有好的记忆力，所以你读的东西你又能够记起来。你要有很好的身体要健康，所以你才不会一天到晚生病，你就没有精神去读书。你要好的这样，你要有平静的心，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就很有效率。当这几个都赏赐给你的时候，你还要加上自己的努力啊。这是神要赏赐给你的，但是加上你自己的努力，你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你要是这些都赏赐给你，你根本就不读书，你有用吗？没有用啊！你所求的难道是这样？你只是为到此为止啊？这还不太够啊。当我能够有很好的成绩之后，我能够容神益人，我又参与教会中间的很多活动。我不是只是读书，但是人家看，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侍奉，成绩又读得很好，神祝福在他身上，你是不是容神益人的呢？你又愿意去帮助别人，当别人成绩不好，你又愿意帮助他，或是说我们当商人好了，我要如何祷告呢？求主让我赚大钱，是这样子吗？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要想说，你们公司所做的，是不是公平的竞争，是有公义在里面吗？你们是正正当当的在做生意吗？你有照顾到员工应该有的福利吗？你有想到社会的公益你应该要尽的责任吗？当你这些都考虑在你的政策，在你的公司的目标里面，然后你努力做事情，神就祝福在你身上，因为透过你以后，这些事情都能够实现的，就能够容神益人。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公司里面，神祝福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走出来的，而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是基督徒而已，在平常就是一个商人。所谓的商人，就我讲这个商人。想尽办法能够赚钱的商人，不，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你如何为你的婚姻来祷告呢？你难道要祷告说，让对方能够顺服我，让对方能够爱我，就是这样子吗？圣经中的教导是怎样？妇人你要顺服先生，先生要爱你的太太，谁先爱？你先爱还是我先顺服？到底哪一个先？圣经教导我们说怎样？你要顺服到对方爱你。要是对方不爱你，表示我们顺服的不够。然后你要爱到对方顺服你。所以对方要不太顺服你，我们爱的不太够吧？想想我们自己应该是要如何。当你有这样子认真的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而且它是一个盟约，所以你不会随便想到说不合就算了吧。那是一个盟约啊，是不可毁的盟约。当你有这种念头在的时候，你就会不对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神也要透过你的婚姻来容神益人。当你这样去想，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你就知道我如何去祈求人际关系。你都要别人听你顺你而已吗？神给我们教导是这样，要爱人如己。还告诉我们，你要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去待人。其实这只是几个例子而已。我们有太多要祈求的东西，但这些祈求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教导。或者是你要是说我圣经没有读那么多，那我如何知道呢？你想想，你能够这样之后能够容神益人吗？就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准可以去想，但是也更提醒我们。最近我们都在看《每日研经释义》，新的一季又要开始了。你前面要是没有跟，没有关系，你继续赶快来跟上去吧。他要我们5年之内把圣经整个读一遍。有人可以1年内读完一遍、2、3遍都有可能。他们很有大的毅力，很好，神会祝福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浸泡在神的话语中间。他们一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读上帝的话，他们思想一定是跟着神的话语在走的。上帝一定祝福在他们身上。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毅力怎么办？至少5年读完一遍可以吧？
我们有这样子的付出吗？神要我们不要忧虑，要我们祈求当求的，就是神，你不要去考虑神的部分，但是你要考虑自己的部分。自己的部分是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有其他就要给我们。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这样，我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愿意我所做的都能够合神的心意，我愿意我所做的都能够合圣经的教导，我愿意我所做出来都是荣神益人。我相信今天的经文很明显的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做之后对社会有没有帮助呢？有帮助的，因为他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怎样？我们虽然只是一个小群人，他这样讲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将国赐给你们。基督徒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百分比在，我们会产生作用吗？当然会啊，因为不是我们，而是因为神，神借着我们，要让这个社会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在。我们虽然是小群，但是神祝福在我们身上，愿意让我们借着我们，让我们将这个国度来赏赐给我们。所以结义来讲，我们是一个祈求者吗？我相信我们常祷告的人都是一个祈求的人。你有常常为什么来祈求耶稣呢？你是仍然在忧虑中吗？你是在为神的部分在烦恼吗？还是为你自己的部分在烦恼？你为你自己的部分在烦恼，你烦恼对吗？你是一个自私的祈求呢，还是你是为了荣神益人在祈求呢？你愿意放下为生活所需的祈求，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吗？耶稣会垂听你的祷告，他会供应你所需要的，他是供应你所需要的救主，你所需要他都知道。他会眷顾你，比眷顾飞鸟花朵更周全。他也愿意将你所需要的赏赐给你，只要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相信我们今天已经将他的国和他的义讲得非常的清楚。你难道是一个自私，就像那个无私的财主、无知的财主一样，或是你是为了还要求家产都要神来帮助你来分，是等等这些吗？而且甚至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很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例子给我们看。所罗门王当神要他说你要祈求什么时候，他没有求任何事情，他只求神赐给他智慧，让他能够治理神交给他的国。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荣神益人的例子。神不只是赏赐给他智慧，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连他所没有赏赐的都赏赐给他了。神赏赐给合他心意祈求的人，是远远超过他所祈求的。以利沙向他的师父以利亚问他：“你要祈求什么？”他说：“求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合神心意，荣神益人。”后来我们看到圣经中也记载了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比他老师以利亚还更多。神祝福在他的身上，神也要祝福在我们身上。若是我们所求的是合他的心意，若是我们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成就了他，而且将我们没有祈求的，他也赏赐了给我们。耶稣绝对不是2000年前的耶稣而已，他今天仍然在你我的心中，愿意帮助我们，愿意来回应我们的祈求。他在马太福音第7章告诉我们就说：当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不是没有这样子的应许，这是千真万确的应许。但是后面有紧接着要我们是讲，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愿神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和他的心意去祈求的人。这礼拜我们有小组，里面有这几个问题，我们盼望一起来讨论。过去中我的祷告中间蒙应允的经历是什么？我在祷告中最常祈求的是哪一些？如果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应该为哪些事情祷告呢？我要如何来改变我祷告的习惯呢？假定现在给我们有3个盼望去祈求的时候呢，你能够讲出什么？我希望什么？我愿意怎么？我要怎么？这边告诉我们是
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了神，但是间接的告诉我们自己应该负责的是什么。只要我们不要忧虑他要负责的部分，而要担心我们要做的部分是什么。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人，同进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今天的领受献上满心的感恩，因为主耶稣，你不再是2000年前的主耶稣，你跟我们现代人有紧紧的关系存在，你关心了我们所有的人，你也关心着我们常常向你祈求的人，你给我们的应许乃是我们祈求就要给我们，我们寻找就要寻见，而我们叩门就要给我们开门。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得到这样的回应，原来是我们没有照着主你的心意在祈求。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要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则其他这些东西就要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常常浸泡在主你的话语中间，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做都能够合神你的心意。主你就将你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来，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了今天的领受，现在满心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